起不容易，只有我俩知道。毕竟我俩是玩互联网的。我才人东东，我才人，我3年前对一个女孩子承诺的事情，我今天兑现了。我才人，只要有一口饭吃，我就不会上班都让做。我俩不会让双方父母不会让你们失望，请你们相信我，以及所有人。一直高了，一比例，马上不是你俩，你的权能，不说出吧，那是一件不问的。我深深的给你们鞠上一躬，咱们这种老家。